Hello，大家好，안녕하세요，我係 Everest 嘅韓國代購專員 Michelle，而家就身處喺延南度嘅。咁我之前就曾經喺延世 exchange 過啦，而家就過咗嚟韓國呢邊讀語學堂嘅。平時就最中意去 cafe 同埋影相。咁我 join 咗 Everest 已經2個月啦，都已經幫咗唔少香港嘅朋友仔咧買咗佢哋想買嘅韓國衫啊、化妝品、嘢食等等嘅，可以幫到大家坐喺屋企輕鬆都買到韓國嘢咧，我都好開心嘅，完全滿足到我嘅購物慾啊！咁本身係一個 foodie 啦，咁而且對於 fashion、beauty products、文創小物都比較有興趣嘅，咁所以都比較多留意同埋買呢類型嘅產品嘅。咁大家都知道韓國人有幾常飲酒啦，雖然話嚟緊燒仔價錢會上調，但係應該都無損佢哋飲酒嘅杯嘅。如果有留意嘅話咧，應該都知韓國呢排有一個解酒飲品非常之 hit 咧，就叫做 Sukhae Haesu。咁只要你打開佢底嗰個蓋，然後就可以直接扭上去燒酒個樽度，變相咧一次過飲酒兼且解酒，係真係超方便嘅，而且又可以用嚟打卡喎。咁所以話咧，韓國真係有好多好靚又好特別嘅產品啦，可以嘅話咧，我都想將佢哋帶晒俾大家。唔講咁多啦，如果對韓國產品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快啲上 Everest 揾我代購啦。拜拜，安妞。